台语文创意园区就伫咱彰化市北角山的山脚，而且风景非常的自然，真水，阁真开阔。这是原来的成功炮兵营区。咱的台语文创意园区用各种的方法、各种的方式来推动咱的台语文。有文呢，就是伫咱的有文化馆。有道公园馆，有艺文馆。亲子馆、音乐馆加戏剧馆、咱每一个馆内面，拢有真丰富的收藏，阁有真多的资料，提供予咱的民众会当随时来参观。咱园区内嘛，常常有各种的活动，亲像咱的演讲比赛啦、文化营啦。歌戏的演出啦，也是咱的剧团的演出，阁有各种树仔脚的音乐会、读册会等等，用各种的方法，无共时间，不管是普通时还是周末，拢经常来举办。来推动咱的台语，咱的台语文创意园区，会使讲是咱台湾目前唯一的台语的园区。自开幕以来，咱会使讲有咱的总统，有咱的副总统，有咱的行政院长，有咱的文化部长、教育部长，拢来过咱的现场，甲咱关心，甲咱指导，甲咱鼓励。咱希望社会各界大家拢做伙合作，做伙来。推动、共同守护、传承咱本土的文化，这是咱对这片土地的热爱甲坚持。